俏皮雄风人翱翔，翱翔翱翔翱翔。自编自唱一手包办，徐鸿焕董事长唱起歌来依旧精力充沛。1977年到德国参展，从1648元的小订单开始，到每年4、5亿的营业额，创业维艰。当初当然我也去德国学了哈，可是德国他是给我不是一条鱼，他是给我钓竿。那我们钓竿我们要做得更好。 所以反过来，现在德国跟我们买这些衣服。为了测试装备的实用性，10多年来踏遍崇山峻岭，对自家品牌的发展，徐鸿焕有更崇高的期许。我感觉到我还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说，一个 commitment 给自己一个承诺，我们要向国际进军。满是签名的风衣是1993年台湾第一人吴景雄成功踏上圣母峰的团队纪念。德国人当时出价200万台币收购，站在利益与民族的天平上，徐鸿焕立场坚定。 这件衣服当初有那么多人的心意，团队的合作，每个人为了他这个吴景雄能够上山，能够成功登顶，怎么可以给他？环视这一世的商品，每一件都是故事，而企业家要传达的是最务实的价值。品牌这一件事，这个概念是很有想法跟坚持的。可如果可以跟大家分享，生意好嘅用 Q 黑马嘅生意好的诀窍是什么呢？哦，是。 用心，耐心，加热心，用心、耐心、热心。已经周游世界88个国家，盘遍了名山大川的徐董事长说，其实还是台湾最好。而这种好，其实在台湾产品的身上，也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 MIT 的价值，希望让全世界看得见。而他要以自己的品牌继续努力。 生意好嘅控 Q 黑马嘅用心、耐心、热心。生意好嘅控 Q 黑马嘅用心、耐心、热心。